听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3月初5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呢，咱今来关心罗西亚拍乌克兰来到第9天。乌克兰谈判的代表车士表示讲，拍算伫咧这个周末和罗西亚的官员展开第3届的和平谈判。面对外界批评罗西亚发动空袭伤害百姓，总统普京是否认讲这是假消息，也已经签新的媒体法，只要散布假消息的人，上当关15年。另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以32票对2票赞成，要谴责罗西亚对乌克兰开战，涉嫌违反人权，也会成立委员会来调查。俄乌战事到即马，乌克兰谈判代表车士呼吁各国伫乌克兰西禁航区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乌克兰。佢表示，这个周末会做第3摆和平谈判。Третій етап може бути або завтра, або післязавтра. Ми очікуємо, ми ж в постійному контакті з ними. 乌克兰南边重要港口都市赫尔松被占去，俄军搁早西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造成死伤了后，也成功占去。泽连斯基测试对欧洲各大都市发表时信演讲，指出欧洲的未来是俄乌战争结果来决定。Бо якщо Україна не витримає вся Європа. Якщо Україна паде вся Європа. 面对外界指责，俄军在乌克兰都市造成老百姓死伤，俄罗斯总统普京无承认，佮强调报道讲的空袭是假消息。下星期国家杜马测试通过新的媒体法，普京已经签署未来报道俄军相关假消息的人，相关会有15年徒刑。进一步控制言论自由，普京也发声，唔通佮进行制裁。Никаких недобрых намерен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соседей. И им бы посоветовал тоже не нагнетать ситуацию, не вводить никаки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联合国安理会对俄军占领核电厂开紧闭会议，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批评俄罗斯的协助恐怖主义，佮造成老百姓死伤。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是反抗俄军先对俄军开火，是破坏分子伫离开时阵对核电厂放火。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来讲3月初3，全台湾大失电超过500万户受影响，主要就是高雄兴达电厂人为操作出问题，加上电网配电防护无平均。蔡总统昨是亲身落兰去高雄视察，伊向全国民众会2届施礼，讲会伫咧上短时间追究责任，也要求经济部3天内爱提出完整的报告。初3全台大失电，拢总有549万户受到影响。总统蔡英文隔天中昼来到兴达电厂视察，嘛向全国民众道歉。造成国人同胞的不便，我要表达歉意。特别是停电时间比较长的南部县市的乡亲，我更要表达歉意。这摆失电初步调查是台电人员过失，造成这么多县市失电。蔡总统认为非常不应该。我已经要求行政院在最短的时间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和疏失，采取必要的救责。那么今天来到我们停电起因地点兴达电厂，就是要实际的了解状况，务实面对问题。根据经济部初步调查，初3早起确实是电厂开关场人员的过失，加上防台措施无完全做好，想袂到刷落来5座超高压变电所跳脱，造成全台的事故。值班主任并不是非常确定这个绝缘气体的回冲状况，以及没有足够踏实的做好一些 double check 的工作，就让电投入了。那投入了以后，就造成这个不应该发生的动作做动。兴达电厂测试运作完全正常，不过蔡总统要求经济部3天内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另外，高雄市有186万户受影响，一直到初3暗时9点才完全恢复。市府嘛准备要协助厂商向台电要求赔偿。记者邓家文、赖伟哲高雄报道。
前2天，全台湾失电台电的董事长甲总经理也为此落台负责。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向顶司请罪。在野党呢是要求王美花得爱辞官退职。在咧立法院的议场内面，国民党党团是占领主席台，阻挡行政院长就台报告。苏贞昌呢，昨是向民众会失礼，强调讲绝对会追究责任，袂暗护任何人。3月初3，全台大停电，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报告，并且备询遭到在野党的阻挡，占领主席台。由王美花8伊小苏龟牌表示，今年未有供电的问题。国民党团提到美龟牌的跳电龟牌来包围王美花。我们请部长来享用我们美花牌跳电机牌。全台湾无警示，熊熊停电，影响549万外户。台电董事长甲总经理请辞来负责。王美花是自请处分，引发在野党的不满，大声要求王美花落台表示负责。昨天停电确实非常不应该，我们诚挚的向因此而受到影响的全国同胞产业表示最诚挚的道歉。处分的层级应该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于责任必追究，不会护短。院长，请我们在3天之内把这个事故的原因还有怎么改善提出报告。3天之后，关于责任的问题呢，会在院里面会再处理。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即阵未内阁改组，对着王美花自请处分到什么程度，也无做回应。近期内，内阁会被改组，内阁随时都会因应各种情况。我们如果有必要，我们随时都会进行必要的动作，但目前并没有说内阁要改组。我很以我这个团队一起为国家工作、为人民服务为荣。外界也关心未来是不是会起电价，苏贞昌讲停电甲电价无关系，不过开始看出全国电网是脆弱的，未来应该来进行体检，查出这真相。经济部也请台电成立单窗口处理赔偿的相关问题。另外，立法院也要求苏贞昌在31进前，甲王美花以及台电对着咱国另外政策来进行专案的报告。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甲观众朋友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新制裸体基金伫咧去年投资的绩效袂歹，赚2836亿，收益要外10%，超过一半的劳工会当分超过1万，有要外150万的劳工会当分超过5万。这钱初时劳保局已经拨入去劳工退休金的个人消耗，民众会当查询。再来看《中国时报》。健保部分负担敢要起，引起讨论。目前卫福部拍算慢性病的药单第1届这药费，要是健保署规划来收。那第2届以后呢，民众不管是去诊所或者是大病院领药拢免收费。另外，急诊部分负担，简单减伤分类较轻的第5级，爱加收250到300。卫福部长陈时中最近也会甲健保代表来讨论，上紧4月份实施。再来看联合报，台积电政治高雄设厂，昨做环评初步审查，结果无如期通过，各方拢有提出意见。专案小组决议讲，要请开发单位补充修正，伫咧4月初7进前送出来，再过来审第2届。再来讲，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来台湾访问，发表公开的演说。伊讲，美国应该爱以外交承认台湾是自由主权的国家。伊也讲，美国对台湾这50年来政策爱更较明咧，认为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无需要搁再证明。若中国有可能侵犯台湾，伊认为讲，台湾爱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互习近平知影讲战争的代价。It is my vie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take necessary and long overdue steps to do the right and obvious thing that is to off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merica's diplomatic recognition as a free and sovereign country. 现场响起破声，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讲当中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而且改变50年来无清楚的政策，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This isn't about Taiwan's future independence, for goodness sake. It's about recognition of an unmistakable, already existing reality. It's the reality. It's the fact. It's the reality is
that many of your past and present leaders have made clear. There is no need for Taiwan to declare independence because it's already an independent nation. 蓬佩奥力挺台湾，演讲真侪摆称呼台湾是自由国家，佮批评中国威胁。下晡，伊面对媒体举行记者会，即马乌克兰正式紧张，大家关心中国反台纪律。伊认为出国台湾甲西方国家决心，爱互习近平知影战争的代价真悬。Expend your money to purchase these systems. We should be prepared to help you train and use them effectively as well. So you can't answer how likely it is in a static way because it turns o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Western worl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costs for Xi Jinping engaging in that kind of activity are just too high. 不过，原本蓬佩奥记者会会举行1点钟、半点钟就提前结束，并无互媒体现场提问敏感问题。蓬佩奥是毋是有选总统的拍算？伊有关无正面回应，不过伊想要来台湾真久咯。虽然有拄到抗议人，不过认为这就是民主的价值。台湾人美好友善，希望真紧过来访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罗西亚起跑乌克兰了后，即马伫咧隔壁的芬兰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自本拢保持中立的态度。即阵是支持要加入 NATO 北约组织。即阵同款是中立国的瑞典，未来也有可能改变立场。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俄罗斯大使馆门外，3月7日即天组织真济示威者，因点钟有特殊的表达因心目中对战争的讨厌，也甲乌克兰徛斗阵的立场。芬兰过去捌互帝俄统治，1939年甲1944年，嘛甲苏联战过2届，损失真块土地。美国甲苏联对立的冷战期间，芬兰甲苏联以及新国家保持友好往来，无介入大国的冲突，保持积极的和平甲中立的政策。实际上，3礼拜前，这种的做法，各人认为是解决俄罗斯甲乌克兰军事冲突的选项之一。不过，在普廷攻入去乌克兰了后，芬兰国营电视台这礼拜所公布的民意调查，讲53%的芬兰人支持加入北约，反对敢若28%，回答唔知影的人有19%。2017年同款的内容的民意调查，赞成加入北约的敢若19%，反对的达到53%。Of course, Finns are think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inking that if any disturbances could happen on Finnish border in the future, what it would mean to us. And I think one issue that people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is the rhetoric about the nuclear weapons. That when Russia says that nuclear weapons are also part of its arsenal, of course that's creating concerns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同款的想法也伫北欧另外一个中立国瑞典产生。对这代志，俄罗斯中府顶礼拜的警告，表示芬兰加入北约会有严重的军事加政治后果。芬兰甲瑞典政坛的领袖无插这个警告，佮声明过去2个月所讲过的话，做一个主权国家有加入北约的选择权。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转转来国内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咱增加2个本土个案，其中一个是高雄，不过找无感染源。伊伫咧日8连假呢，捌去过屏东、台东、花莲佚佗，即马当伫咧找相关的接触者来做采检。针对后礼拜一开始，中央要放令边境管制措施，就惊讲疫情会搁再压起来。政府伫咧1个月内会甲集中检疫所的放检量增加到7000件来做应用。环保局人员来回一直消毒，逐位拢喷过。因为国内初时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其中高雄市出现一个不明感染源的病例，是一个伫自助餐店工作30多岁的女性，伊伫初3出现症头，去诊所病院检验了后确诊，伊捌伫28连假去屏东、台东甲花莲佚佗。从接触这个感染到发病的这段期间，也涉及到一些跨县市的移动，他同时也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正在厘清他的感染源到底是在哪里。另外一个本土病例是桃园面池幼儿园传开的，伊是按20752的查某囡仔爸爸20831，还有3个境外移入病例加入做本土病例，拢是捌带入去台北市某一个防疫旅馆的旅客。
电梯的部分可能没有确实的这个有分流的情形所以可能有这个员工跟住客会混搭的一个状况。在1楼的这个门禁管制部分也需要再加强，预测的这个抽风效果不佳。国内为后礼拜1初1开始放零边境管制，医委会执行长王必胜是希望在1个月内，加集中检疫所的总层数会当扩大到7000间，来因应放零了后可能出现真侪确诊者。我认为所有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疫苗的施打。疫苗施打越完整，相信我们的解封会很顺利。就伫防疫渐渐放零，一人一户规定也放宽，即马煞出现中央甲地方无共看法。有里长坦白讲，一人一间确实是真歹执行。因为认定上面的确有一些困难里面是不是真的只住1人？这个我们只能随时抽查的去按电铃。机组员检疫规定也伫后礼拜1开始放零。指挥中心讲，无论是机组员还是一般民众，若是要居家检疫，民政单位拢会派人去大个所在关怀。若是无人力查核，还是无法度符合一人一户，都要带去防疫旅馆还是公司的宿舍。记者综合报道。进行5倍关到4月30就到期，有袂少民众要未开。桃园市呢，即马是杀好市升相馆，真有抽到，就会当用200块的进行馆换2000块的升相馆。另外，各部会犹太馆使用率也无好，拢无超过一半。即马各单位也紧急伫咧杀各种的犹太，希望刺激消费。桃园市长陈文灿亲身示范如何使用好市升相馆。桃园当地为百货公司到小店家，差不多拢用使用。毋过，今年用伫桃园消费，这一摆佫推出第2波加码活动，总共1万分，互民众抽奖。这一摆佫较优惠，应用200块纸本5倍券，换2000块的好市升相馆。自己要拿5倍券来换我的好事券，1亿是我的补助，所以1亿的预算会创造2亿多的这个消费。5倍券应用到4月底，因为交通部观光局的国旅券使用率只有4成，为提高使用率，最近会推出加码活动。4月底之前，如果能够到我们的旅宿业或光游乐业去消费的话，都有抽大奖的机会。不过，旅游业者有案件，国旅券成效无好，旅宿业受惠，受疫情冲击上大，旅行社完全无受惠。公司呢？几乎连1张都没收到，我们就自己拿了这个东西就直接消费即可。疫情之故，大家怕参加旅行团等同在群聚，让旅行业连1杯羹都分不到。另外，也未少民众怨言，最近看到真侪加码活动，看到才袂到。亲像最近劳动部推出合作店家消费，增加50%额度，5000块5倍券用买7500的商品，手头的5倍券早就开了，无啥物路用。都没享受到后面的福利啊！这政策怎么这样子？我还是绑手机的那个信用卡的，一点任何福利都没有。5倍券使用特别到期，经济部提醒民众爱记利用，加利用最近推出的加码活动，享受优惠之外，也能带动内需经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空气品质，昨呢有16个县市空气拢真歹，全台湾有52个监测站拢到感觉色或者是红色的灯号。今仔日台中以南的空气品质嘛拢是感觉色的灯号，提醒敏感族群就要特别注意。环保署是有告讲爱等初六，东北季风落南有机会落雨，才有可能改善。未来湖北山岩看台北盆地，因看到顶悬有一层雾霾。头前102大楼也看无啥物清楚，松山机场一片雾茫茫。今年境外污染上明显的是雨空污来袭，互全台16县市的空气品质受影响。52个测站也拢出现感觉色提醒甲红色警示。测试在起的台南市区也是一片雾茫茫。其实我是觉得那种空气品质蛮明显的，就是你在骑车啊，能见度也不是很高。中华也出现红海，环保局启动应变措施，出动空中点样机来巡查，各项处理违规，针对业者超量操作，蹲不了无看好红电网啊，这违规的代志会处罚。环保局也针对这段时间加强稽查力度，也同时查获4起违规事项，合计开罚70万元。这摆空污除了本地扩散条件无好，境外污染也未少贡献。环保署表示，3月7日暗时，东北季风入南，可能会落雨，对改善空气品质有帮助。
中部以北的气候空品在3月6号晚上之后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好转，但是中南部因为它还是在下风处，而且降雨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它的空品虽然会好转，但是会晚一点。未州县市已经启动相关应变，亲像台南市要求大型固定污染源减排，引进工地加强扫街顶。南部6县市也斗阵加强污染源查缉。因为空污虽然转做感觉是提醒，不过民间族群爱减少户外剧烈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变化啥款？你也参观众朋友斗阵来去看气象资料。先来看，伫咧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9度。伫咧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31度。伫咧东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6度。金门、平湖、马祖13度到23度。未来3天的气象也斗阵来演一下。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